90%嘅人用 AI 嘅方法可能都係錯㗎。咁今日呢條片咧，其實係我第一條嘅 AI 教育影片，咁就係我哋 Claude Series 嘅第一集，就係點樣應用 Claude Code 呢一樣嘢去 build 我哋嘅一個 AI agent。我講嘅 AI agent 並唔係好似好多網紅咁樣講，你 set 完呢個 AI agent 之後再代替咗你做嘢，你就唔使做嘢，你就可以休息。而係啱啱相反，我 set 完呢個 AI agent 之後，我反而變得更加忙，我反而嗰個做嘢嘅 efficiency 同埋 capacity 不斷咁樣增加。呢個就係我哋 set up AI agent 嗰個重要性，佢反而係幫我哋分擔一啲我哋唔想做嘅嘢，並唔係取代咗我哋本身要做嘅嘢。咁今日呢一集我就會教大家點樣去簡單3步用 Claude 嘅 Code 就可以 set up 一個 basic 嘅 AI agent。如果你未睇過我嘅片嘅話，同大家做個自我介紹先。我叫 Eric， 我上一年同我嘅 partner 喺香港開始咗一個新創公司叫做 Step AI。我已經喺 Step AI 上面上載咗超過20條 Claude 嘅教學影片，教大家點樣可以更加 efficient 咁樣用 Claude。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設計佢嘅記憶，跟住我哋就會喺呢個 folder 分咗做6個架構。第一個部分就係大腦，跟住第二部分就係策略，第三個部分就係 project 即係做緊嘅嘢啦，第四個部分 report， 第五部分就係 knowledge， 第六個部分就係 archive。咁成個部分就係組成一個 AI agent 嘅全部部分啦。咁第一個部分就係記憶，佢最緊要就係知道佢自己係邊個啦，同埋你要俾啲咩資料佢。咁 set up 記憶 set up memory 有2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最 general 嘅方法，叫成個 Claude 記得你係邊個啦。第一個位就係 set up 呢一個 instruction 啦，你話俾你 Claude 聽你係邊個啦，你間公司做啲乜嘢啦，同埋佢嘅身份係啲乜嘢，佢作為你嘅一個策略嘅研究者啊，或者一個 marketing agent， 全部都可以俾晒佢。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係 input memory， 呢個係你第一次用 Claude 或者你從來未用過 Claude。呢個 input memory 嘅方法係非常之方便嘅，就係佢會俾一個 prompt 你喺其他 AI 你用開嘅 AI， 你可能用開 GPT， 又或者你可以用開 Gemini， 你打一個 prompt 去，再將佢生成出嚟嘅嘢俾翻 Claude， 佢就會即時讀取晒你所有之前用 GPT 又或者用 Gemini 所有嘅記憶。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我係比較推薦嘅，就係一個 memory MD 嘅 file。咁呢個 file 咧，佢就會記低呢個 agent 係做啲乜嘢，就喺呢個大腦入，佢會記得呢個 agent 嘅工作係啲乜嘢啦，你以往做過啲乜嘢 marketing， 又或者你嘅 IG 係啲乜嘢，呢啲資料全部一次過俾晒佢，佢就會寫好一個 memory MD。咁每當你開一個新嘅 session 嘅時候，佢都會記得佢係你嘅 marketing agent。咁咧，除咗呢個 memory MD 之外，你可以設置好多唔同嘅 MD file。但其實佢嘅本質一樣嘅，其實都係叫佢開 session 之前睇一次呢啲 file。你可以設置 agent MD 啦，你可以設置 strategy MD 啦，你可以設置無限個 MD。咁第二樣嘢，我覺得我設置 AI agent 我一定會做嘅嘢咧，就係 connector。咁 connector 簡單嚟講就係連接一啲外部嘅軟件，呢個功能係非常之方便。咁因為可以連接嘅軟件實在太多啦，我就唔逐一介紹。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 ，follow 翻我 IG。咁咧，我 IG 入邊已經分享咗好多可以連接嘅軟件，佢有啲咩功能啦，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呢一度我就會分享3個我必須要連接嘅一樣嘢。咁第一樣嘢就係 Gmail。咁我自己唔係好需要啦，但係大家一定非常需要。咁佢連接完 Gmail 之後咧，你要俾權限佢啦。你俾完權限佢之後咧，你仲要俾 permission。咁咧，佢睇完你嘅 Gmail 之後咧，佢就可以即時幫你寫一個總結報告出嚟啦。你就唔需要逐個 email 去睇，你都可以叫佢幫你寫定一份草稿，跟住只要你 approve 就可以即刻 send 出去。咁呢個時候咧已經可以幫大家慳到大量嘅時間，就係唔需要逐封 email 去睇，佢亦都可以分辨到邊啲係重要 email 同埋邊一啲比較唔係好重要。第二個連接軟件咧就係 Google Drive， 就係一個雲端。咁我自己係非常常用，你可以讀出晒你雲端上面所有個檔案啦，同埋生成一啲檔案擺上雲端上面。但係一個缺點，佢唔可以更改你雲端上面任何個檔案。你可以俾嘅權限咧就係可以生成檔案同埋讀取檔案，並唔可以更改檔案。咁呢個同本地係好大分別嘅，因為本地佢可以任意改你嘅 Excel 啦，同埋改你嘅一啲 Word 檔，非常之方便啦。但係雲端就係咁啱，佢真係唔俾你整，可能因為個風險實在太大啦，佢唔容許你去更改呢啲檔案啦。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嘅，因為佢可以一次過讀取晒我雲端入邊所有嘅檔案，讀完一啲收據啊，或者 invoice 啊，又或者一啲財務報表，以前嘅財務報表之後咧，佢就可以幫我更新一份財務報表，再擺翻上雲端。咁我以後都唔再需要寫一份財務報表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功能係非常之方便嘅，就係連接咗你嘅雲端，叫佢幫你生成一啲檔案，跟住擺上去雲端，跟住之後你就可以 share 呢個 file 俾其他人，非常之方便。咁第3個功能咧就係 Chrome Control 啦，佢嘅用法簡單嚟講，你就係叫 Claude 去控制 Chrome 去做一啲任務，你就真係好似請咗一個人翻嚟咁樣，喺你嘅 Chrome 嘅畫面不斷喺度做嘢。咁我以前好中意用嘅功能咧，就係我會用佢嚟幫我去 set 一啲廣告。咁而家唔用啦，因為而家我有新嘅武器就係 MCP。咁我下一條片會同大家講呢樣嘢，咩叫 MCP 啦。咁我以前會好中意，我設計完一個廣告之後，我會叫 Claude 幫我操縱 Chrome 去幫我 set up 晒所有廣告。因為如果你用人手點一啲廣告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麻煩，可能有時候要做你1-2個鐘咁嘅時間。咁呢個時候我設計完之後咧，我就會叫佢幫我喺個人手點啦，點完之後佢就會變成一個草稿。咁我只需要撳發布，佢就會即刻幫我發布，慳翻我大量嘅時間。但佢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缺點，就係佢呢個操縱 Chrome 嘅一個功能咧係非常之慢嘅，佢係要非常之多嘅時間去做呢個任務。所以其中一個缺點咧，用呢個軟件咧就係非常之慢。但係個好處就係你可以同時叫佢做好多唔同嘅任務啦，喺 Chrome 入邊完成嘅任務，例如揾你嘅競爭對手，你可以叫佢慢慢喺一個 Meta Library 嗰度慢慢自己去搜尋。所以你可以分佈好多唔同嘅任務俾呢個 AI agent 去同時去做。第3個用 Claude Code 去設計呢個 AI agent 嘅重點咧就係 brand voice，用中文譯翻就係品牌聲音，非常之怪。咁係咩嚟嘅咧？其
實佢簡單嚟講就係你一個品牌佢嘅 style， 你寫嘅一啲文字係咪代表到你？好多時候用 AI 生出嚟嘅稿啊，或者佢嘅文字佢嘅一啲 style 非常之唔似你本人，所以好多人唔中意用 AI 寫稿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咁。而一個 brand voice 嘅一個 skill 咧，佢就可以學習咗你寫稿嘅或者寫任何嘢嘅一個 style， 跟住再用你嘅 style 去寫翻嗰篇稿出嚟。咁呢一個就係設計一個 AI agent 非常之重要嘅嘢，就係你寫出嚟嗰個 post 或者寫出嚟嗰個 reels 嘅一個廣告係要非常之似你本人嘅。咁點樣設置呢個 brand voice 咧？非常之簡單。第一樣嘢就要喺 Anthropic 嘅內置嘅一個 skill 入邊下載呢個 brand voice skill。咁你下載落嚟咧，其實係空白嘅，因為佢仲未學任何嘢啊嘛。咁首先呢一樣嘢，你就會將你以前寫過所有稿、所有嘅網站或者所有嘅 IG page、所有嘅 post、所有嘅影片，全部俾晒佢，等佢去學習。咁佢學習嘅嘢咧，就唔係淨係單止你寫法，佢仲要將你品牌嘅顏色啦、字體啦、整體嘅 style 啦，全部學習一次。咁佢之後生出嚟嘅所有嘢咧，都會非常之似你自己親手寫出嚟。你設計好你嘅 brand voice 之後咧，你只要喺每一次生成呢啲內容嘅時候咧，打/brand voice， 佢就會真係用翻你自己嘅 brand voice 寫翻出嚟。咁你寫出嚟嘅嘢咧，就唔會再似 AI， 會似翻你自己啦。咁呢3步咧，只不過係用 Cloco Word 設置一個非常之簡單嘅 AI agent。再講一次，呢個只不過係我覺得我嚟講最好嘅方法，唔一定係最權威嘅方法。如果大家有更加好方法嘅話咧，不妨喺下面留言區留言去分享你設置 AI agent 嘅一啲方法，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咁咧，我下一條片我會分享更加多點樣去進階咁樣設置你嘅 AI agent 啦，令到佢更加醒目，更加可以分擔你嘅工作啦。如果大家想學得更加多點樣更加有效率點樣去用 Claude 或者點樣用 AI 嘅話咧，不妨 follow我。我下一條片都繼續教大家我嘅 AI agent 嘅 set up 方法啦，同埋我用 AI 嘅方法。同埋如果你想知道我嘅一啲 startup 嘅一啲 journey 嘅話，不妨可以睇埋呢條片。咁下一條片見。